今仔日嘛是有去听一寡五月天，嘛有讲一寡台语。第舞庆也嘛是有讲。我是有去练讲的音，我有一寡技巧有抓着。第舞庆的台语房嘛有练台语练讲。虽然就是讲啊嘛无正顺时，但是就是豆豆来。甲我正较好的查某同事嘛是我会当讲专程和伊讲台语，有一寡事我用华语去讲。其实安尼嘛不要紧，因为伊嘛袂甲我嫌，嘛袂甲我嫌嘿。所以讲，就是豆豆进步。因为阮囡仔甲阿母阿母甲囡仔讲台语，迄个网友甲伊有一寡交流。伊是讲伊甲因查某囝是拄仔好是口语的能力较强。我就讲，其实这我就是较无强，但是我是写文章对我来讲较无啥物困难。所以讲，这就是一个人一个人的专长。所以讲，其实安尼嘛不要紧，因为讲即马伫线顶即种练台语的环境内底讲啊无啥好，当地学其实大家拢会包容啦吼。像亚特伊就是台语讲啊真好，伊嘛有伊的理念。变讲一个人若讲啥物大家兴盛，但是伊就有其他的理念就会出来啊。伊就想要推啥，伊就是对文史地方的文史就真有兴趣。伊就认为讲教母语袂使干那会当讲话对话，其实搁爱了解讲一寡文史就变讲我就发觉讲，伊就开始有家己的理念。因为伊台语就真好伊无亲像我就是讲会当练台语，听袂晓的电台嘛会使只要讲会当练，甲台语练甲真顺会晓讲。一寡用法讲话方式当用台语来讲，莫讲一讲拢是用华语去叫唤的。变讲只要是我会使练习台语，我就真满足，我就真感觉真满足但是对台语真好的人，伊的重点当然就毋是讲教台语练甲搁较好，因为伊已经真好伊就是会开始讲有一寡理念，希望大家认同。对我来讲，我嘛是拢会当接受别人的想法。有人主张这个，有人主张迄个，这拢不要紧。只要讲因若加讲一寡台语，互我去学，我嘛毋免去甲人争讲安怎。就是变讲我即马就是较会当讲知影家己的目的，就是去加接笑一寡台语，定定去练，定定去讲，安尼就真好我隔壁的对，阮就是今仔的同事有一个，就是我为旧公司找来甲伊介绍来的。伊是无啥物代志，但是甲伊同齐入来的有一个查某的，今仔就是替人支撑，就替人叫伊讲做到今仔日就好伊是做有惊着啦，讲保持，就叫我今仔就莫来我介绍的朋友嘛有讲就互伊感觉讲真无安全感。我就甲隔壁的同事去讨论，阮隔壁的同事其实嘛是对讲经济对身体健康较无安全感。
伊就讲一切拢爱靠家己，袂当想讲伤过爽快，伤过讲无想讲无居安思危吼，这是伊的思想。但是我迄早嘛是安尼，所以逐工拢会惊吓，就讲未来啊，这公司可能袂趁钱啊，未来啊可能无趁足侪钱，钱无够，年岁阁大，我迄早的烦恼，阁健康啊，体力拢无少年仔的好。我迄早的烦恼是甲逐家拢共款，但是自从我生心灵学赛书以后，我就改变我的想法，就是讲你着活伫即马，你着想讲即马我会当做啥物代志，好好啊做，毋免去操烦未来，因为你甲未来想甲讲遮悲观，可能你就会过较悲观的即种生活。这就是咱的信念会创造咱的实境。我嘛着讲，我着心去我甲我的心安起来较安心意思就是讲，我相信讲，即个宇宙一定是有一个任务，有一个所在是适合我的，而且替我安排。因为我就是我家己的神嘛，有一个我实在是一个导演，是我人生的编剧，所以伊就知影讲，我即马这人生我想要体验啥物物件。我嘛无讲要体验讲做悲惨的，我想要体验讲加学一寡物件，轻轻松松嘛，莫甲人冤家，嘛莫伤坚持。看每一个人拢看到伊的优点。我希望我是行安尼的人生。我相信我若安尼想，我若安尼望的话，我应该就是会得到即款的人生。就袂讲我想要做啥，结果颠倒有阻碍。因为我就相信我未来就毋是讲处处拢有阻碍，处处拢是互人足惊吓、足伤心，拢做失志，嘿。我相信我的未来就是讲，想要学啥，发现讲，以前嘛无想讲要去学台语啊，因为我想讲，因为我口语的能力较无好，所以我英文就学甲较无好。当然台语无定定讲嘛，变甲较差。变讲，因为我能力伫口说方面较不如人，变讲我就无去发展迄。但是其实我是会当豆豆去学，毋是讲我对啥物做专长我就去学，无专长我就家放弃。其实毋免安尼。我学台语的过程，互我发觉讲。就算我较含班嘛，有一个人叫做猫，还是安怎，伊的名每间拢念毋着。若定定听像沙鲁，定定听我就会袂念毋着啊。变讲这我就是靠我的拍拼来家报起来，毋免去甲人去比较。所以讲我相信讲我用一种相信我的未来会真好、真顺遂，会一个信念，会当创造我真顺遂的未来、顺遂的人生。而且我就是为我即马，为我即马来拍拼，莫去想以早啥物做艰苦的代志啊，有啥物阴影啊，其实拢毋免，拢去家袂记，就是为即马去活、去努力、去经营。我就袂去想伤济。有人就可能会想伤济，讲我若讲第一只第一只拍拼像甲囡仔讲母语啊，我若第一这院考内底以后会安怎无人会安怎想无？有诶无诶？若真正爱想这有诶无诶是做侪会当想，
但是我著无安尼想，我著想讲，转来时阵，以早啦，我若一转来，我著想要甲我的小煞囥一部分囥伫社团，著等待别人去饲一个赞，赞。但是即摆我著发觉讲对啦，其实无啥物知意啦，就是我小煞写的其实捌的人无遐济，有兴趣的人无遐济，就算有，伊就无讲遐拄仔好，就爱看爱情的小说。所以讲，其实嘛不要紧，就是讲这是我的作品嘛，我写过，我创作的物件，我的理念拢伫内底，我的精华。像即摆我若讲转来，我就想讲来紧来讲今仔发生的代志，我的日记，安尼嘛诚好啊。其实这无关系，毋是讲你写一个小说就较重要较好因为会当搁做啥物作品。今仔日若讲用台语去讲今仔发生的代志，搁有感想就较歹的，就较不如拢毋免，这拢是比较来的，拢是用咱社会、咱主流的一寡观念、价值观来去影响家己。其实毋免，就像即马，我著爱做，我著加做。即马有即个心。以后的代志其实就是你拄着，你著知影讲像以早无学台语嘛，我著想讲学台语足困难。即摆开始学，就知影讲美甲伫倒位啊，啥物都会当去拄着困难，拢会使去甲伊排解，所以讲，即摆嘛是有较侪机会会当开始讲台语，因为我著开始伫公司会讲嘛，伫外口会看到别人嘛是做自然，就是讲台语，讲甲无好嘛不要紧，反正我著讲，我著毋免去管别人安怎想，即摆伫 Clubhouse 嘛是讲有机会会当讲台语听台语，别人若讲无诚好，我嘛袂讲袂使，我为即摆开始我著爱听诚好的台语语较会使学。因为即摆我要学台语的资源诚济，听拢听袂了，所以我著讲拢自然啦，就像讲我即摆若讲，阮同事伊伫学口多吧，伊想要了解，因为伊想讲去一方面就是讲，若有主管去问，伊拢无去查过资料，拢无试过，就讲会当安尼做，伊感觉安尼是无负责任的做法，伊要互主管较安心，就是讲伊真正有甲这当做重要的代志去研究，伊会提供主管是较正确，真正有伊去找过、试验过的一寡做法。我著无我就是因为即摆伫上课上迄6届课，就是会做6届作业。其实对我的工课嘛是有帮助就是册版嘛，就会较册较紧，因为册版是无论如何拢是爱用到的。除非我就是用iOS native 去做，但是我想讲应该无可能，以後应该嘛是会去做用 Web 是主要拢是用 Web， 因为安尼较轻松啦，就袂讲一页内底有爱做2遍工所以我即摆就去学这，就算讲我学这就无啥物讲谁学的较重要，谁了解较深是较好的。我就无去用这好歹去分。甲我以早的想法差诚济因为我著想讲，我著长地学，著有系统去学，搁逐工学，毋是讲今仔日去学口头吧，明仔载讲别当我要学 PHP， 以后找工课较好找。
我逐工一工换一项，拢做紧张的。就去讲别人学较好啦，别人学着，学的物件是学着的。我学这可能是学毋着的。以早拢会安尼去比较，拢较功利，去想讲，有效无效，就亲像咧考试共款。我即马就无，我就放互自然，就是莫讲，上班拢无去家己，若讲公司的势头较冷的时阵啊，拢无去，加学一寡物件。只要莫讲安尼，拢无去学，我着加减减，拢有去学一寡物件，拢有进步。白讲拢伫原来所在伫遐，都程度拢是5年前的程度啊，一年前的程度，只要莫安尼就好啊。我若学的物件，到底以后是有会用着，袂用着，还是安怎？迄拢莫去想。我就是为我即马为即马去生活，莫去约未来，去想去想讲未来用约的，约未来讲未来啥物较实用，就亲像讲即马。阮姊伊可能就是为着伊查某囝，就讲未来可能就是 AI 的世界，电视的世界，迄工课较好找，薪水较悬，所以伊就安排伊查某囝去做这道。我想讲毋免啦，就是讲即马就是学有兴趣啊，以后有实用无实用，我相信我若认为是。我有成长有实用，我就会拄着真正是拄啊好做呛死的，就是我学的物件拄啊好，我做的物件拄啊好，搁符合会着。这就是用我的信念去改变一切，免摕来去烦恼加烦恼的。因为以早咱的心情就是讲，你若无烦恼，就会有出差错。伤快乐，伤无烦恼，就会有较无好诶代志发生。这种就是较错误诶观念。我即马就是相信讲未来会好，未来就会好，就是用我诶思想去影响我会拄着诶人生诶剧本。以早就是讲，这剧本就写好啊，我就去约讲，这明仔载安怎搬？3年后这剧本会搬到啥物物件？我就去一直去做，搁期待，搁惊受伤害，就去一直做准备，就是为着2年后、3年后的未来。我即马就无，我即马就是讲，我就去想讲，我即马想要安怎的未来，我就会用我的思想去创造。我就甲思想这物件、想法这个物件、信念这物件，看甲搁较重要，比这本来命运定好的物件、固定的物件，搁较重要，会当改变原来的剧本、人生的剧本。这就是我今仔想要讲的话。